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家附近的地区，这个空隙是拢关起来，都有去阿布达比转机的台湾旅客掉伫咧遐。也住伫咧杜拜的台湾人讲哦，对昨下晡开始就一直听到这个炸飞弹的爆炸声，有够恐怖。好，没事没事。时事访问当时，住伫杜拜明哈德空军基地附近的台湾人米娜，伊讲互外口几啊摆炸飞弹的爆炸声惊一个。米娜讲，对前一天下晡开始，陆陆续续发生空袭，暗时了后搁较接，甚至到初早时，依然是继续安尼。在聊之前，我们整个家是很大声，嘣一声，非常大声的。对，就是这刚才有一点吓到手抖，就感觉就在旁边，因为整个家的玻璃都在非常大力的震动着。昨天晚上我去到一些超市，很多一些牛奶啊、水啊，或是一些面包，这些全部都是被扫空的。米娜讲，政府呼吁大众免伤惊吓，守到空袭警报顶面，是爱民众住伫厝内，保持安全的境界。伊拢遭受攻击了后，保护式设计破损完真侪所在，造成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也个邻近地区的空隙拢关起来，就到阿布达比转机的台湾旅客因此被迫爱暂时留伫遐。我当下是整个全身鸡皮疙瘩起来，因为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。我东西都要放在门口，因为我很怕突然睡着了，或者我去洗澡的事情又发生了。那昨天晚上其实凌晨还有听到2、3次爆炸声响，现在的状况就还是蛮焦虑的。华人看伊直收到警报通知，台湾旅客芳芳讲，家己规暝拢无倒困，只也无清楚讲班机什么时阵会使飞，而且因为是自由行家己去的，只有等待航空公司的通知。目前知道是说3月3号以前可能都是关闭的，已经出发了在国外滞留的部分，按照旅游契约来讲，是旅行社要负担这一些费用的。也那官公司是讲，问过旅行社了后，掌握到大约64团1725名的旅客受到影响，已经请业者好好来应应，想找其他代替航班来载运，来减少对团体旅游的影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